大家好啊，我係林 Sir。早前咧，我喺直播講過我早年喺獅子銀行咧被裁嘅事件啦。因為當時恒生銀行啱裁員，原本以為咧嗰段片就同買賣樓冇關嚇，冇乜人聽。但我發覺都好多謝大家喎，有人留言支持，話覺得段片係有用嘅嚇。同埋我經歷都幫到其他人，最好啦。因為做呢一個 channel 主要嚟講咧。除咗我諗係喺錢財上嘅計算呢，其實心靈上嘅支持，我覺得如果大家覺得幫得到呢，我都覺得好欣慰嘅。因為講到最尾，錢花得嚟都係想內心可能你同你身邊人獲得喜樂啊。嗱，又講咗啲閒話啦，嚟翻今日嘅乾貨啊，即係同翻內地講。今日就想講下以我嘅經驗啦嚇，以我被裁經驗同以我即係都工作咗咁耐，同喺銀行業嘅認知，其實一旦你收到風咧，可能你係被裁嘅一員，你應該做啲咩準備嚇，就令你咧一旦被裁就唔會咁頻能，又俾人 call 窿啊，又揾唔到工啊。咁有三個點啊，咁樣點樣做準備？但係另外一方面咧，除咗要做防風準備之餘咧，打下比喻啊，你間屋都要起得堅固啲啊嘛，亦即係你應該點樣去增加個人技能，而令到你成為一個更值錢一個人呢？咁今集都想傾傾希望大家中意。先講嗰三個咧，要做嘅準備。第一咧，就千祈唔好將你按揭做按揭嗰間銀行啊，同埋出糧戶口咧就擺埋同一間。雖然有時有啲銀行咧就用嗰啲咁嘅優惠引你啦，即係將我間 bank 轉做 payroll 戶口，再加上咧玩埋你按揭，又咩送幾多百家禮券咁。但係呢唔值得嘅，尤其是咧，如果你真係收到風，你可能被裁一員咧，值得問翻開佢。因為一旦你 payroll 冇咗咧，銀行就知道你俾人裁咗啦。咁你嘅按揭咧，隨時好似恒生銀行咁嗰批人咁咧，就又冇一份工，又俾人 call 窿嘅喎咁樣。雖然嗰批銀行嘅人，我相信銀行最尾都可以俾到好安排佢，但係放翻你都唔想咁噶嘛。咁所以唔好將你個戶口擺埋同一度喎。亦都提一提，就當你冇擺埋同一度啦。其實咧，你做緊按揭，你有按揭契啊，通常喺最後嗰頁一般都會提到嘅，就係借貸人如果個財務情況有變，其實佢有責任咧去通知翻銀行。不過確實啦，只要個 payroll 同埋個 mortgage 唔喺同一間 bank 咧，我都做過咁耐 bank，我從來都冇見過人入到我哋銀行同我哋講話，我想同獅子銀行你申報翻啱，俾人炒咗。咁我真係做咗10幾年，我冇見過嘅，咁所以應該就唔需要擔心嚇。第二點咧，一般裁員咧，好似有當年嘅經驗嘅，好似係最後一刻你先知嘅。咁其實咧，你同 HR 收下風啦，或者有時老細都有意無意，其實佢都想放下風，等佢班伙計知道其實佢有咁嘅諗法就等班伙計咧好啲揾啲穩定路走啦。其實你比其他被裁同事早啲走咧，第時揾翻工一定有着數。好似我當年咧，其實都遇上過我同其他俾人裁咗出嚟嘅獅子同事咧，同樣爭去見另外一份工咁嘅情況，咁就有啲尷尬之餘，亦都感覺得好無奈啦。但係諗翻轉頭，如果你同你老細傾過，亦都收到風，你好大機會噶啦。不如早2-3星期走，又傾個好啲嘅 package，有肥雞就傾肥雞啦，冇雞睇下點樣可以執翻少少拎封靚啲嘅 reference letter 啦。咁嘅話咧，你早2-3星期出嚟見工，其實已經爭好遠噶啦，大佬。咁樣就唔好等人哋咧，尤其是呢行家知道你成批湧出嚟見咧，就一定好殘酷。咁呢係第二個準備。至於第三咧，亦都係提咗拎嘅 reference letter 或者穩定嘅諮詢人。咁而家好多工咧，喺請一個人之前咧，佢都會揾翻你舊老細傾偈而家多咗咁樣。但係如果你一行咧係知道你間公司近排炒過人嘅話咧，話唔定有啲喺行內有啲名望嘅人咧，做呢啲咁嘅諮詢都做到煩厭。咁倒不如你早啲同你喺行內嗰啲叫行專或者叫資深經營者，就攞定個 reference letter 或者口頭同佢講話，可唔可以使你做諮詢人啊？咁人哋你早少少咧做定咧，人哋就已答應，或者可能咧封 reference letter 叫有少少心機，叫秘書同你整兩嘢，咁爭好遠啦。咁所以呢度係防風措施啊，
至於另外一方面咧，驚打風吹親你，除咗係做足防風措施之外咧，其實你自己間屋，即係你嘅知識同你嘅能力係夠高，間屋夠穩陣啦。打個比喻，咁都緊要嘅嚇。呢個先係最真正嘅破局方法。即係如果你係堅嘅話咧，就我相信經濟差都唔輪到財嚟。但點稱到自己堅咧？其實隨住而家科技發達咧，你都可以好似我咁樣咧去做 YouTube 嘅喎。雖然而家好多僆仔啊都話自己啊想大個想做 YouTuber，乜鬼嘢整個頻道咁嗰啲係小朋友玩意，唔好理佢。但咧，其實而家 YouTube 已經可以幫一個人咧，嗱唔出樣講嘢嘅 YouTube 你應該一定聽過啦。其實轉埋聲唔出樣，even 你講廣東話轉埋呢一個英文話普通話出。仲要嗰把聲係似你嘅，或者你唔中意可以轉晒把聲佢，轉做另外一把聲咁冇人知係你啦。咁而嗰個頻道亦都可以分享一啲同你行內有關嘅。咁樣去做咧，我個人覺得有兩個好處。第一就係咧，可以既然有心聽得你行內嘅嘢啊，都大機會係你第時嘅貴人或者仇家啦，或者係總之係同你一行有拉楞嘅人。咁入邊真係識到朋友嘅。亦都可能你唔需要出賣你真正嘅身份，有需要先真正拎出嚟用，呢個係第一個好處。即係演算法幫到你，其實擴展你嘅 network 就唔一定用 LinkedIn， 同埋 LinkedIn 就好靜態咧，睇下你個位有咩功高往績啊。但咧頻道可以睇到你有冇料啦。咁樣頻道唔需要10幾萬個 subscriber。有時有啲頻道幾千個 subscriber 或者 even 1000咧已經好有用，因為你要嘅唔係要個頻道我嚟做生意，你要識下人。咁頭先搞嗰啲片咧，有 AI 之後咧，即係1星期整一條係得㗎啦，已經同埋整到啊，唔係太難同埋片呢啲咧10分鐘內得㗎啦咁樣。至於第二個好處咧，就係可以憑整片當中，有時好多時整片你都始終人唔會墮入個陷阱，就係求 view 數嘅。有時我都會即係諗下點解邊啲片 view 數高啲，有啲 view 數低啲啊？但係其實證實咗 view 數最高唔一定係最幫到手。但係講翻轉頭啊，追求 view 數都係一個過程，而憑你追求 view 數，你咪捽到咧。其實你喺行業入邊講咩 topic 係最受人歡迎、最多人聽。咁咧就係第二個好處就係憑呢一個整片啦，或者總之整內容咧，整 podcast 都得嘅。咁揾到呢行入邊張刀係邊啲嚟咯，好緊要啊！因為好多時你去揾工嘅話點都好，你都要話俾人聽，或者你要熟悉認知你有乜賣點。好多人打成世工都冇搞清楚自己係咩賣點咯。但係你有 YouTube 咧，就可以成日試住啦，或者 podcast 或者做其他嘢，你咪成日試到咯。喺呢個變化環境入邊，其實你而家有咩賣點，或者而家你最賣都係邊方面嘅貨咧？咁就好緊要啦。咁樣好多時咧，咁都會直接影響咗你喺公司入邊嘅行為。就係容易啲彰顯到自己其實個賣點喺邊咁樣，咁所以咧想整堅固自己間屋去破局咧，就係從呢個媒體找到自己，呢個係第一個大方向。第二個咧，我認為係要做一個複合型嘅人才。講下我自己都算係嚇，講我自己細個考試咧，就以會考咁講，我得一科 A 嘅。但我好多 B 嘅，咁當然會考就直接咁講，我覺得會考同 A level 比較，嗰陣時仲有會考同 A level 啦，考會考確實係 easy 啲嘅，坦白講咁樣同 A level 比較，但點都好啦，確實呢樣嘢令我都有個根深蒂固嘅想法，就係我個人就係冇需要考到科科都係 A 嘅，但其實咧好多科叻 B 咧都可以成為自己一個好獨特嘅人，或者有 B 有 C 咧都得嘅咁樣。但係嗰啲科目就唔係會考你嗰啲咩中英數 phy chem 擺啊，而係出到嚟做嘢嘅科目咧，我可以舉出一啲先啦，但不只限於呢啲。例如其中一個科目就係銷售力啦，第二個科目就係演說力啦。銷售同演說係兩個唔同能力嚟啊。以我理解銷售咧，就係你喺一個閉環嘅即係叫閉合嘅環境，面對住一個或者幾個為數嘅一台客，而你點樣說服佢去聽你講埋嘢丟咗佢，就係銷售力。演說力就係公開嘅場合，可以係YouTube 直播啦，或者 even 係
演説啦，咁樣好似奧巴馬或者Bill Clinton 咁樣去演説啦。咁而透過演説去令啲人咧 impress 一啲人，或者最好令佢幫你做，呢個演説力係。執行力係另外一科啦。咁呢個就其實好多人都知啊，執行力呢個詞係講到爛㗎啦。不過確實世界好多人咧就只講不做。第四個專業知識咯，專業知識仍然係一科嘅，即係咯，你本身即係識唔識通渠啊？通渠呢個係專業知識啦，亦都唔多人知。通渠就係專業知識，其實佢同醫人一樣、醫生一樣，都係專業知識嚟嘅。第五係親和力啦，親和力幾時好緊要其實，尤其是你落難嗰陣時，有冇人肯救下你咧，都同你平時個人親唔親和有關。而親和力有時就係化做咧，有啲人其實係感受到呢樣嘢，但係佢唔知有呢一樣嘢可以學。有啲人就成日話阿邊個嚟Mary 咧硬係咁容易同人熟到嘅 friend 到嘅。其實點樣容易同人 friend 到呢個係有得學嘅，有得 step by step。咁呢五科入邊其實即係我當你有2至3科叻，其實你就一個比較 unique 嘅人啦已經。例如你係銷售力加執行力加呢一個親和加呢一個專業知識好嘅，咁即係你又 sell 得又做得，咁加上你一定嘅專業知識，例如你係呢一個賣花肥係肥料係一個好叻嘅人，咁你 sell 到啲花肥已經好好啦。或者你係親和力加呢一個演說能力高，咁即係你平時同啲人暗下底二 friend 啦咁加上好緊要喎，演說力其實呢樣嘢咧你去做總統或做政客，我諗一個必備嘅能力嚟㗎啦。點樣叫得喐一堆人咧去支持你？咁即係你企上台面，就有大把 fans。另外一方面咧，落咗台亦都容易咧去做 networking。咁呢個就梗係無敵啦。但係一隻腳嗰個爭好遠啦，即係齋係叫到人做嘢，但係冇執行力嘅，咁你都明，咁唔係幾好咁樣。咁所以咧，我諗我今日就叫做有骨幹啲啊。其實我今日做呢篇嘢有寫稿嘅，因為我覺得尤其是而家社會氣氛唔係太好啦。如果你聽到呢度咧，都十分感謝你啊。但係始終氣氛唔係太好嘅情況之下，咁我希望做出啲片咧，係令大家可以及早籌謀，有所預備嘅。咁我覺得都要負責任啲去講。又或者你聽緊呢段片，我睇到演算法推到呢段片俾你嗰陣時，係正因為你落魄嗰陣時。咁在此都同你講，唔需要灰心嘅，人係總有落魄時。而既然你係呢個時間聽到，我更加要係有組織啲講，係到 point 啲，令到你更加袋到多啲嘢落袋。所以今日你見我通咧，就咁齋噏嘅。咁不過其實內容我都係有計劃過。咁希望你聽到呢段片，如果你覺得中意嘅話，呢類型嘅節目你都覺得係可以喺個頻道出現，或者有其他內容 which 又或者係其他關於應對於香港人嘅社會氣候之下，有啲題目想聽嘅，你都可以喺呢段片下邊留言啦。或者你覺得呢一集啦嚇，唔好講到咁遠，呢一集有啲咩做得好定唔好，或者呢一集其實有咩內容可以或者 topic 可以延伸，都可以話俾我聽嘅。咁都好似頭先段片咁咯。其實我做呢個 channel 另外一樣嘢，我就係都想試到咧。其實我係提供啲咩嘢可以對呢個社會有價值嘅，對大家有價值嘅。呢個都係我嘅初心同所想，同希望同大家一齊進步嘅原因。嗱，今日分享去到呢度啦。咁希望大家都俾個 like 呢個節目支持我哋即係叫做我繼續分享過往小經歷啦，或者做人所見啦。咁亦都可以 subscribe 翻你頻道啦，俾個支持我哋。咁暫時今日講到呢度先。咁希望今集你揾到一啲你想要有用嘅嘢，或者聽完之後覺得你舒服咗，我都覺得係一個幫助嚟嘅。再見。